学习有谦卑的心，专心倚靠你。常时也互阮学习感谢回应的心，所以阮今日来到你的圣殿，服侍敬拜你。我望将所有的荣耀拢归乎你。是阮的主啊，阮感谢你，学乐你，求你帮助阮，这个时刻安静阮的心，互阮有充足的信心来敬拜你，将所有的荣耀拢归乎你。阮常时也恳求你保守看顾，今早去服侍的正当中。无论生活对现实，你也是书会、书琴、传讲信息，主你拢教阮三甲地地，保守看顾阮，阮所做合你的心意。亲爱的主，阮也特别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主的圣手中间。求主亲自引带看顾。今仔日，阮新组成的中级团队要开第一遍的中级会，求主帮助阮，所讨论、所计划的，拢是合主心意的事，也互所有教会兄弟姊妹。拢得到你的看顾、引带、带领，阮伫教会生活中间得到丰盛的生命，通荣耀你的性命。阮也将教会所设立的机构，无论是幼儿园、安养中心，或者是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。拢交代伫主的圣手中间，或者机构所推动的各项事工，会当互更较侪人得到祝福，也互主的名得到荣耀。是阮的主啊，阮也特别将阮心爱故乡台湾，仰望伫主的圣手中间。求主引带保守看顾，互执政的团队会当用好的政策来带领整个国家，也互阮的国会议员无搁再混乱，大家接受家己的职责，用适当的方式监督执政的团队。互百姓因为安尼会通安居乐业，徛踮伫即个土地顶面，追求家己的梦想。求主保守看顾，也兴起台湾的正教会，阮伫无共款的区域，拢会当宣扬即个互人出外进入光明基督的福音，互较侪灵魂得救。会通满足主的心意，阮将遮个拢仰望伫主的圣手，求主保守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全地拢着向上主出欢喜的声，着出大声欢喜唱歌学乐伊，着弹琴称赞上主，弹琴唱好听的诗歌学乐伊，着用喇叭甲哨角伫上主咱的王面前出欢喜的声。这时阵，请咱做伙来吟诗学乐上帝，圣诗170首，请咱起立来吟。请咱同心来祈祷，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有主耶稣的降生，来救赎阮，互阮众兄弟有你的疼甲恩典，有即个福气，踮伫台湾即块水搁好的土地来生活，搁有份伫主你的大家庭，成做你的儿女。赏赐阮，因为有敬畏上帝的心，互阮有智慧，搁有谦卑，诚实来明白是非善恶，嘛用疼心互相尊重，珍惜身边的人甲事物，互阮一生拢行伫上帝你的真理的道路上，互阮的生命会用个随时表现对上帝来的疼、来感谢、来学乐。若通因为安尼，阮有气力来为着忧伤的人，嘛对心内有黑暗的人，带来互因有光明甲祝福。恳求圣神来引带阮，互阮会通将上帝你互阮的疼传到伫每一个角落，特别伫阮身边的人，互因得到即个福气，有份伫主你的大家庭，嘛因为安尼，互主你来欢喜。至圣搁怜悯的主啊，阮即马到伫你的面前，要求你来监察阮的心，因阮的心内常常有罪恶的本性。你是真实搁公义的主，求你的圣神，你的光来光照阮，互阮伫内心一切无有人知的罪过，得到你的赦免。
怜悯的主啊，你是无快生气，嘛无久长责备人的主。因为主你的疼有来接纳，会当到伫你面前悔改人。求你的圣神嘛赦免阮一切的不义，检察阮所做无合你心意、伤害着人、得罪着主的，互阮搁一摆因为你的赦免，互阮重新行伫主你义的路上顶悬，当下你的旨意。主啊，你是阮的避难所。阮所讲的话，由你来带领，互阮所讲的话通合你的旨意。愿阮的心内所想的，也通得到你的接纳。主啊，阮即马心所爱的台湾宝岛，是一个大家真相挺，嘛真善良、生活真丰富的国家。啊，毋过阮即马心内真忧伤，因为有真侪立法委员袂记得因家己的身份是台湾的立委，所以因常常做出伤害台湾，佮因为自私自利，无负责任，在扰乱国家的政事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神来帮助，来光照因，互因会通知影，因是台湾的立委，爱为着台湾来拍拼。主啊，我嘛要求你，互阮所敬泰的赖清德总统所带领的文武百官，互因有智慧、能力、公义，行耶和华看做正的事，来带领台湾，互阮的百姓通安居乐业。主你圣经的话嘛有应允，求的就要得到，拍门的你就要甲因开。今早起，阮所有的兄弟，有的人带着感恩来献上，感谢伫你的面前。求你加添稳定伫因的心上，互因搁较蒙福。总是有人因为困难、苦楚、病痛，咧求救你的主啊，求你嘛替因开路，互因搁较有信心，信靠主，得到主你的帮助，顺服你所爱因做的生活上的困难，伫遐得到主你的帮助，通搁一摆得到帮助，完全得到有好的生活通行。主啊，今早起，阮所敬听的蔡主任牧师，你求你，互伊搁较有属灵的智慧，来传讲你的信息。伊要传讲的信息，身份甲责任的信息，来传互阮，互阮搁较知影，阮的身份甲责任要安怎行，安怎做，才会通合上帝你的心意，通荣光你的圣名。阮的祈祷无够完全，我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祈祷。阮这时阵，咱同心来交托启应文。启应文伫诗篇130篇是启应文27篇，我来启，大家来引。耶和华，我对深渊求救你。主耶和华，你若救看罪恶，自追徛画条。我等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神在等候。我的心神等候主，比掌机的人等候天光较切。以色列啊，你着仰望耶和华。
以的确救赎以色列。这时，咱要请圣歌队带咱来献诗，靠主坚强。感谢圣歌队用水的声代表咱献互主欢喜。这时，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。伫新约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。毋过恁是受拣选的族类，王家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上帝的子民。
要互恁通宣扬上帝伟大作为，即位上帝有调恁出黑暗来入伫伊灿烂的光明。愿上帝祝福听伊话照安尼去行的人。这时，咱要请主任牧师来传讲主的信息、身份甲责任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接续几别牧师要甲大家做伙透过《彼得前书》第2章第9节来学习思考一个题目，就是咱基督徒的身份是啥物，以及咱因为这身份爱大的责任是啥物货。所以咱先要领受上帝话进前，咱先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深信你的话充满开力，会当调整、更新、改变阮的生命。求主这时刻帮助阮，互阮会当安静落来，详细听你的话，也照安尼去行，来领受祝福。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人自从出世到大汉，咱的身像有真侪无共款的身份。举一个例来讲，我伫我的家庭内底，我是牧师娘的丈夫，这是一个身份；我也是2个囡仔的老爸，这是另外一个身份。我伫教会内底担任牧师，这是一个身份。我嘛是真侪人的朋友，这嘛是一个身份。譬如讲，我伫总会有负责训练传道书的课程，所以有真侪传道书会叫我老师，这拢是我的身份。咱知影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身份，伫每一个身份顶面拢有责任。譬如讲，咱读册的时阵，咱的身份是学生。学生就有学生的责任，咱爱去好好上课，爱遵守学校的规矩。老师若派功课，咱就等于爱写功课。做一个学生，你知影你这个身份，但是你无要负起你的责任，无要遵守学校的规定，安尼就失去做学生的身份。所以另外举一个例，譬如讲咱去年10月份。咱有透过选票来选出咱教会中级同工。当然，咱是透过选票，但是咱也相信这是来自上帝的呼召。这群中级同工既然接受上帝的呼召，因有一个身份，就是有的做职事，有的做长老。有这积分了，因就爱贡献家己的恩赐，爱奉献家己的时间来参与服侍，安尼才对得起家己的身份。所以身份甲责任其实是分袂开的。就是讲，若有这个身份，咱对这个身份中间就带有责任。有一寡身份甲责任是爱透过学习。才会当了解譬如讲，我是做老爸了，学习安怎去做老爸，爱经过学习。有一寡譬如讲中级同工，因伫要就任进前，都爱接受中级同工的训练，就任了爱继续学习。对安尼，才会当负起家己的责任。学生嘛是相共，学生要去好好上课进前，学校拢会安排新生训练。新生训练就是要甲学生讲，你的责任是啥物？你爱好好上课，学校的规定是啥物货？学校设立的目的是要安怎？你要使用学校的软体甲硬体，图书馆伫倒位？安怎借册？安怎行册？学校的宿舍有啥物款的规定？
学生拢爱了解这个，因为这是伊的责任，伊要去遵守，才会当伫学校做好的学习，才配得称作学生的身份。佫古一个咧，迄讲做过兵的人拢知，新兵嘛有新兵的训练，新兵的训练来讲，一寡基本的操练是啥物货？军中的规定是啥物货？长官的要求是啥物货？新兵知影家己的责任，负起责任，才会当配得称作是军人。咱今仔日，咱拢被称作基督徒，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。咱也知影，信徒被称作基督徒，是记载伫《使徒行传》11章，才讲门徒被称作基督徒，是对安提阿开始。就是安提阿遐，跟教会设立，人开始称即群教会人叫做基督徒。伫起初，其实这基督徒是一个轻视的称呼啦，毋是真正面的称呼。意思是讲，即群人是一个党派，伊是基督党的基督帮的啦但是今仔日，这过去被感觉是一个轻视的称呼。今仔日这个基督徒这个名词，请做咱每一个耶稣基督门徒的荣耀。保罗讲，我无掠福音做见效，反倒伊感觉伊有这个身份，做一个基督徒，伊感觉真欢喜，而且是一个荣耀。所以。如果咱若毋知影咱的身份甲责任，咱做基督徒，咱就无法度活出基督要享受互咱美好的生命，咱就无配得称作基督徒。常常有人若有无好的见证，讲这也配得称作基督徒。所以咱来学习，到底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身份是啥物货？伊有甚物款的责任？圣经中间有真侪所在，拢有讲起基督徒的身份，嘛有提起着这信徒应该爱尽的责任。所以接下牧师要用5个礼拜，甲大家做伙来看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。咱来想看，做一个基督徒，咱到底有甚物款的身份？这个身份有甚物款的责任？咱来看拄则的圣经中间，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，这段经文中间有提起着信徒有4种无同款的身份。第一种是被拣选的族类讲被拣选的种族是王家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。是属上帝的百姓，其中有一个责任，就是爱去宣扬，爱去传上帝个福音，传迄个救人出黑暗入光明国度的耶稣基督的福音。这头前讲4个身份原本就是用伫以色列人中间，以色列人因认为伊是上帝的选民。因是祭司，是要做上帝甲人中间的一个桥梁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被上帝分别为圣的。上帝国的国民是属上帝的百姓，这以色列人因认为安尼。今日彼得前书的作者，将这以色列人因对家己的立场。来用伫基督徒身上，表示基督徒是一个新的以色列百姓。所以咱信上帝的人身上，咱有这真特别的身份。每一个身份拢带有责任。所以咱要用5个礼拜的时间来看
即4个身份甲咱的责任。咱今日要来看的是第一个身份，就是被竞选的种族族类。首先，咱看今日的经文一开始就安尼讲，独独恁是被竞选的族类，也是讲新翻译也是翻译做被竞选的种族。好，这是咱第一个身份。这身份有3种意思。第一个意思，咱是被上帝竞选的选民，这拢是因为上帝的恩典。因为上帝恩典的竞选，圣经中间安尼讲，这耶稣讲的，讲毋是恁敬我，是我敬恁，而且要派恁去结迄个上上地的果子。我是台南圣医毕业，伫台南圣医的礼拜堂上头前有一排字是这段圣经节的古文。就是咧提醒你读神学院，将来要去教会服侍，要做上帝的奴仆，爱清楚一点，毋是恁家己志愿要来读的，恁是受上帝呼召，上帝敬恁，因为上帝恩典敬恁来参与伫上帝国的工作。上帝为什么要竞选咱？上帝咧选人，甲人咧选人是无共款。照咱人的做法，甲一般社会法则，咱若要选家己的团队，咱拢要拣迄个较好的，对无？比如讲咱细汉的时阵，那班上要比赛，分做2队，通常拢会拣2个领袖，这个领袖，因就去。先去拣嘛，一人先拣一个要开始拣的人，拢会拣迄个较有利益伫咱家己团队的嘛。比如讲，咱今日若要比赛迄个拔河比赛，咱当然爱拣迄个体格较大壮的看起来较有力的，对迄开始拣，一个拣一个，一个拣一个，拢拣对家己有利益的。这是人咧拣人。因为咱人是看外表，甲看这人的条件来决定要选到倒一位。但是上帝咧选人无共款，上帝选咱，毋是因为咱真好，咱无缺点，毋是因为伊介意咱，毋是咱可爱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。圣经中间，咱看上帝咧选人，确实真特别。伊选到亚伯拉罕。选到摩西，选到真侪士师，选到大卫，选到真侪先知。咱若详细去看因的故事，咱发觉这人拢有缺点，拢毋是完全的人。亚伯拉罕，伊拄着困难的时阵，就2只，佫讲袂出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常常受气，真侪士师拢嘛犯真重的罪，参孙真好女色，上帝竞选大卫，大卫是合上帝心意的人，但是大卫看犯偌济罪，真侪先知拢有伊的软弱，所以上帝咧拣人，毋是看伊完全，毋是看伊无缺点。上帝使用这无完美的人，成就伊美好的计划。亲像上帝拣你甲我，咱拢是软弱的罪人。上帝嘛拣咱，咱看耶稣咧拣12门徒，咱嘛通了解同款的意思。耶稣的12个门徒，因个性无同款，脾气无同款，想法无同款，背景无同款，出身无同款，但是耶稣基督拣因。完全是凭家己的旨意，毋是这人的才能，毋是这人的品格，是因为恩典。所以咱来理解，咱今日被上帝竞选，会当成做一个
基督徒、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完全是上帝的恩典。这点咱会清楚。咱既然被上帝恩典的拣选，咱就变做归属伫上帝的百姓。上帝恩典的拣选，就是将咱一个罪人，对迄个黑暗的中间来救出来，然后安排伊进入迄个光明的国度，亲像咱迁户口相款。咱本来住踮伫一个受魔鬼控制、拉散、败坏的国度，上帝咱迁户口，咱迁入来光明的国度，咱就无搁受魔鬼的控制，反倒转咱就是属上帝管辖，归属伫上帝。这就成就人的价值。咱本来是罪人啊，但是因为咱属上帝。虽然变做有价值的人，咱知影同款一个物件，属地无同款的人，迄价值无同款。比如讲，举一个例，那一领运动衫穿伫我的身上，甲穿伫迄个大谷翔平的身上，我迄价值无同款啊。伊摕去拍卖，咱卖几啊百万啊。穿伫我的，我穿歹了，做倒步尔。所以，因为这个物件相款的物件，属伫无共款的人，价值无共款。你若属上帝，咱就变做原本就是无价值，变做有价值的。所以，咱有一个责任，就爱活出迄个上帝拥有咱的价值。互人看见做一个基督徒的光彩，伊的价值。这就是咱真重要的责任。这是第一项。第二项，被拣选的族类，第二个意思，就是咱既然被上帝拣选，咱就变做有共同血统的厝内底的人。这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。这个被拣选的族类，这族类也是讲种族，意思就是同族的，同族的就是有共同的血统关系。咱当然咱是来自无同款的家庭，无同款的老爸老母所生，咱较会有同一个血统。其实，伫遮彼得前书的作者咧讲，同一个血统的意思是指属灵的血统。因为上帝咱拣选，所以咱变做上帝的儿女，变做一个新创造的人。这新创造的人变做有相款属灵血统的一群人。所以咱自然而然，咱伫教会内底，咱互相称呼做兄弟姊妹，因为咱是一家人。既然是一家人，咱就爱相听的一家人。一个家庭若吵吵闹闹，不是咧冲突，安尼要算做一个好的家庭。咱是一个相听的家庭。保罗伫加太书中间也咧讲，伊讲时机成熟，就是主耶稣基督来上帝就差遣伊的囝，对妇人人所生，活伫律法下面，为着要救赎伫律法下面的人，互咱得到上帝囝儿甲查某囝的名分。因为咱是伊的囝儿甲查某囝，上帝就差伊的囝的灵进入咱的心，呼叫阿爸，我的老爸。就是讲，当咱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了，圣神会感动咱，互咱明白咱是属伫上帝，咱是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。所以咱无搁再做萝卜，是囝儿。既然是上帝的囝儿，上帝就掠做咱做继承人。因为咱有共一个信仰，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咱拢诚做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。所以既然是
共一个老爸囝儿甲查某囝，咱就有共一个属灵的血统，咱就彼此称作兄弟甲姊妹。啊，既然是厝内底的人，咱就爱明白咱的责任。第一个，厝内底的人就爱彼此相听。咱中间有兄弟姊妹拄着软弱的代志，咱就起来关心，就替伊代祷，来扶持。啊，彼此相听，才能显明咱是同一个家庭的人。咱讲教会是一个大家庭，就是意思讲，咱拢是这家庭内底的家人，毋是人客。哦，啊，我时常咧笑讲，啊，大概咱来礼拜的时阵，牧师一个牧师拢会伫门口口咧迎接大家，啊，大家礼拜煞了，啊，嘛会伫门口口啊，伫遐甲大家拍招呼。啊，请大家注意哦，迄毋是咧等人客，啊，毋是咧送人客哦，吼，因为恁是家人，吼，厝内底的人，恁毋是人客，吼，恁嘛了做是人客，吼，所以牧师徛伫门口口，毋是咧送客，是安怎？是要甲大家亲近，甲大家拍招呼，吼。比如讲，我总是袂当伫阮厝里，阮囝甲阮查某囝要去上班的时阵，我就徛伫门口口来握手，吼，讲你爱去转来哦，吼。啊，因转来的时候，我就徛伫门口来握手，讲哦欢迎光临，吼，欢迎回家。毋是安尼啊，厝内底人毋是安尼，厝内底人就是讲，你拄着有啥物款欢喜的代志，你就去甲厝内底人分享。啊，拄着啥物伤心的代志，嘛爱分享出来，互人会当彼此关心。啊，这才是厝内底的人，爱互相相找。哦，所以毋是咧送人客，请大家注意，你是厝内底的人。啊，既然咱是一个大家庭内底，拢是厝内底的人，咱就爱对这家庭负责任，对无？囡仔要细汉的时阵，咱照顾伊、培养伊；等伊较大汉嘞，咱就爱分配家庭的代志互伊做啊。伊要斗牛涂骹，爱斗洗碗，爱斗整理家庭的环境啊。安尼才是厝内底的人的责任。啊，所以请大家爱明白，咱是一个大家庭，这所在就是你的厝。好，咱来表现出咱家庭的身份甲责任，这是咱来清楚的。最后一项，这受竞选的族类，嘛是代表咱是一个合一三听的团体，因为圣是咱感动。哦，这团体是合一的，特别的特质是因为三听来合一。这表现伫教会中间真侪方面。譬如讲，咱顶礼拜有守圣餐，圣餐的时阵，大家敢袂记这些天数？牧师会先摕饼祝谢，然后拜伊，吼，拜开了，这社会诶牧师拢会讲啊，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，咱逐摆就安尼行来纪念伊。然后旁边的这个长老，就会将这个饼摕互恁每一个人。啊，摕到了，你毋是马上食，牧师拢会讲，你爱伫心中感谢主，哦，感谢主。咱所有的人拢摕到饼，牧师会讲，咱三甲来领受，表示咱是一体。对耶稣基督身躯分出去了，咱一体来领受，因为咱是合一的一体。杯嘛相共，所有人拢摕到杯了，牧师才会讲，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血所立的新约，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。
咱三甲来领受，大家较做伙入即个杯，表示咱是合一的一体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圣经中间答应讲，你来谦顺无共款的思想方式，也会对无共款的角度来看代志。但是因为有共同的信仰，咱合一。为什么合一伫咱教会生活中间遐尼重要？上界主要的原因就是，因为合一是主耶稣基督要离开伊的门徒进前，替因做的一个祈祷甲祝福。咱若详细看好约翰福音书17章的所在，耶稣要入别进前，要定十个进前，为着门徒的祈祷，伊安尼祈祷，伊讲：我不但为因祈求，也为着遐接受因的信息来信我的人祈求，愿因拢合做一。讲天父啊，愿因伫咱的生命内底，拄亲像你伫我的生命，我伫你的生命同款。愿因拢合做一，为着要互世间人信我是你所差遣的，你予我的荣耀，我也予因，为着予因合做一，亲像咱合做一同款。意思讲，咱若合一，咱就会当甲耶稣基督甲上帝合一。亲像囝甲爸合一同款，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耶稣为什么要做这款的祈求？因为伊明白一个教会团体中间，大家拢会有无共款的意见，伫无共款的意见内面，必须要追求合一的心。合一是上帝呼召咱来领受的一个恩典，咱来看重这个恩典，而且尽力保持。所以今日咱先看咱家己第一个身份，就是被上帝拣选的族类。咱明白，咱是上帝恩典的拣选的百姓。咱明白，咱也是三听有共同血统的厝内底的人，也是一个合一三听的团体。透过安尼，咱来见证，咱是主耶稣基督的学生。愿上帝互咱明白，咱是被恩典拣选的族类，有这款的身份。但是嘛，唔通袂记起咱的责任。愿上帝帮助咱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阮透过你的话来得到帮助。求主帮助阮，诚做彼此相听的厝内底的人，诚做一个合一的团体，来荣光你的圣名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阿们。迄时阵，咱搁一摆起立来吟圣诗，回应上帝对咱的听。圣诗307首，请咱起立来吟。
这个时阵，咱同心来奉献。咱起立，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真感谢你，过去的年日你保守阮平安经过，检测有甜嘛有苦，总是你的疼遮尔丰富伫阮的中间。所以，阮这孙用阮的性命，用阮的金钱代替阮的心献伫你面前，愿你欢喜感让阮所献。阮安尼感谢祈祷，靠耶稣性命来求，阿门。请坐。这个时阵，我来报告。咱的教会小会公告，咱伫今年的2月初8主日第3礼拜堂，第3场礼拜后，伫16个礼拜堂要召开2025年的定期会员好会。为着要互会当顺利成会，请在职的会友人踊跃来出席参加。
你若是因为做兵，也是伫海外旅行伫海外，也是其他不可抗力的身躯欠安，也是咧上班的请你伫2月初7以前，咱的干事也是咱的官网来请假，毋茫会当透过大家的报名，咱会通顺利来升会。2月初8，咱主日第4场礼拜照常举行请兄姐留步时间来参加。咱搁第2项的报告，咱今仔日是总会锁定的国内外的宣道奉献主日，呼吁兄姐共同为着总会传道委员会所推动的逐项的传道事工来关心、参与甲代祷奉献。搁一项补充是咱恭喜咱的本会赖泽仁执事甲陈英杰伉俪伫1月17得到一个王子，上帝祝福因，愿上帝管顾新生儿，是咱的赖生亨长老甲李美珍因夫妇的囝儿赖泽仁，上帝祝福因。这个时阵，请牧师来牧养的代祷，甲欢迎来宾。大家平安。毋知影咱中间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的兄姐来介绍。无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丰盛的恩典。阮特别感谢你伫阮人生，无论是顺境逆境的时，及时的帮衬，互阮得到十足的保护甲平安。你也互阮明白，你是阮患难时的避难所，是阮及时的帮衬。求主保守看顾阮，阮中间若有肢体软弱的，求主亲自扶持；若有病痛的，求主亲自医治；若有灰心丧志的，求主亲自扶持安慰。互阮明白，无论什么款的情景，主你拢甲阮三甲伫地。想使阮会当超越过这困境的信心甲勇气。是阮的主啊，阮也将在座所有兄弟姊妹，拢仰望交代伫主的圣手，求主亲自保守看顾赐福，互阮会当用阮的日常生活的所有的言行举止来荣光你的圣名。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起立来吟上言，圣诗508首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疼痛，圣神的感动，扶持相通，常常甲恁伫地，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别倒谢阮，强受车欠。